得按耶和华唱新歌，请曾牧师。所听遐这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！伫这个中秋节，咱真侪亲人拢倒来到伫教会，咱来做礼拜。咱的教会有几个大节期，咱拢会真注意，大家做伙倒来到伫上帝的圣殿来做伙做礼拜。新春、受难周、国外节，阁有就是感恩节甲圣诞节。但是真感谢上帝，互咱今年的中秋节。咱的教会毋是亲像外面变做一个烤肉节，今仔日有足侪人对外地倒来，心中充满欢喜。小庆节的孙仔彩鱼彩婷啊，伫顶礼拜的早间的课程顶悬啊，我有看到因伫迄个镜头出现啊，我甲因讲耶稣听你啊，因甲我讲下个礼拜见。真可爱的囡仔，愿天父上帝祝福哦。咱的教会就是一个，互咱的囡仔伫上帝的面前成长的教会。今仔日牧师要邀请咱的兄弟，伫咱的一生中间顺境逆境，咱拢学习感恩而乐。我要甲咱报告，嘛甲咱提醒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伫亚洲的中间，互人称作是吟诗的教会。我阁甲咱讲一摆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亚洲，互人称作吟诗的教会。韩国是基督的教会，所以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特色就是真熬吟圣诗。伫疫情来临的时，咱充满真侪无助、惊吓、不安的祈祷。但是忽然有一个感动的声音甲我讲：较济俄罗，较济祈祷，已经祈祷真侪无助的这种祈祷足久啊。4个月要有啊，不止吼，但也1年外。但是感谢上帝，互咱的教会，上帝保守甲咱三个彼得啊，咱在座兄弟嘛有真好的见证，上帝祝福恁大家。所以今仔日牧师所用的这个题目，就是代表的特色，因为代表讲恁着按摇我唱新的歌，新旧的新啊，但是迄个新甲迄个心，伫国语是共音。所以其实唱新的歌甲唱内心的诗歌拢真重要，因为诗歌中间有可能有咱的无助，有可能有咱的目屎，有可能有咱的惊吓。但是上帝拢要听咱的祈祷，嘛要听咱的诗歌。伫咱要甲上帝所留予咱圣经的话来做回应，来学习真正。我要邀请兄弟，咱搁一摆，咱恭敬，咱用祈祷来恳求主。不但将伊的话赏赐予咱，嘛将伊的恩惠丰丰富富放伫恁的家庭的内底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来到你的圣殿，阮作为主席，阮要高举你的圣名，因为你堪得阮敬拜甲阿乐。耶和华是大，着受极大的阿乐，伊的大无法度测度。对这代到迄代，阮要阿乐唱歌来保养你的大权能。阮要默想静静来想你的威严，甲你的荣光奇妙的所在。愿天父上帝，你阮伫今仔日的礼拜顶悬，阮不但唱俄罗的诗歌，你开阮的耳孔，开阮的目睭，开阮的心门，互阮清清知影，伫逆境的中间，你伫阮的身边，你是阮的保护者。就亲像摩西伫征战的中间，对法老王发出这种上帝你的宣言。伊嘛按上帝你来唱出伊的诗歌，留万世代的教会。伊讲耶和华本是大，到代代伊要掌权。主啊，互阮的教会嘛有这种的信心，甲这种的诗歌。愿天父上帝你的圣神教阮的囡仔唱代表的诗，唱摩西的诗，嘛唱阮家族的俄罗的诗歌。主啊，你甲阮三个彼得，愿静静按你拍开阮的心门，愿恭敬恳求主你施恩赐福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中秋节是一个真特别的节期，但即届个特别是有一个连假。对于真侪人来讲，伊是一个休困的时间，是一个家族做伙旅行的时间。但是对咱来讲，应该嘛是一种的祈祷，伫上帝施恩造成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
所以伫这个中秋节的时阵，我一直在想，有什么种感恩的诗歌，咱较熟悉。有一条叫做《平安七月暝》，迄条虽然是伫即个咱咧讲的台湾的七月时所写的诗歌，但是咱嘛会当甲伊讲平安的8月暝，平安的9月暝，任何一个暗暝拢是上帝你所赏赐阮的平安。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养成一个俄罗的这种的信仰的态度，用俄罗的诗歌来赶出咱心中的惊吓，较侪俄罗，较侪祈祷。俄罗要改变咱的信仰的态度，真正的信仰是伫逆境的中间来表现伊的真实性。真正的信仰常常拢是伫逆境的中间，才看会通知影人是毋是有真正信靠上帝，有真正实实在在有迄种的能力，通对上帝领受平安。3礼拜前有举行一个神学研讨会。有邀请国内外的一寡企业家，嘛有一寡神学家，嘛有教会的牧者，大家组织伫嘉义基督教病院，伫个所在探讨一个主题，就是伫武汉肺炎的冲击的中间，全世界所拄到的艰难。嘛有对这个越南来一个伫成功大学咧读博士班的一个学生。伊就报告讲，因伫越南的天主教拄到迄种的惊吓甲情形。越南甲咱台湾真类似，拢是模范生伫疫情，但是忽然Delta这个病情一传开了后，越南变真严重的疫情。伫这个会中间，大家一直咧问讲，伫武汉肺炎过了后，台湾的社会、台湾的教会会变怎样？我伫咧中间用咱的教会，伫这段时间，咱的情形伫遐做分享甲报告。了后有一个台北的一个教授，伊甲我问讲：曾牧师，我较无听到真侪你报告讲恁的教会所拄到的困难，因为阮听讲有的教会伫这段疫情中间，奉献减少、出席减少，教会充满真侪对将来的不知数，特别是伫美国的台湾人的教会，北美的台湾人教会，因听1年多足长，无法度实体。伫遐尼丰盛富裕、社会福利遐尼好的美国这个社会，美国的台湾人的教会有遐尼长的时间，无法度做伙实体上面对面做伙做礼拜。我要感谢上帝，有你们真好。我要真正对心中感谢上帝。顶礼拜咱开这个中执会的时，安鲁有报告咱教会这4个月，特别3个月的这个咱的过节报告。自从咱开始无法度做伙面对面做礼拜的时，咱的中执就有互相约束，有一个声音，唔免烦恼教会的奉献，因为兄弟姊妹因的生活，恁的生活的稳定，比教会奉献更加重要。所以中执一直拢无将恁无来的时，甲恁讲恁若无来，会记得恁奉献爱来，所以就甲恁报告讲，咱的教会周报顶管有咱的划拨账号等等等等。有一日，明基遐就伫迄个赖顶管就写讲，牧师敢袂当甲阮讲这个奉献的这个咱的教会邮局的账号。感谢上帝。虽然安鲁无法度报告5月报告6月的过节，但是感谢上帝6月、7月、8月，虽然咱前几个月无法度实体做礼拜，但是有的兄弟姊妹听到教会这个咱主持人讲这样代志的时，这样代志其实毋是咱的中执首先提起，因为咱的中执甲教会最大的意义就是。咱的兄弟姊妹，恁的生活会得过，恁有平安，恁的经济无受到大的打击。但是感谢上帝，咱的教会是一个伫困境中间悠然健康的教会。我毋是讲因为咱的奉献无减少，咱就是健康。咱顶礼拜做伙出席做礼拜的人，实体上已经有75个，恁看今仔日的周报。感谢上帝有恁。
咱大家做伙伫困境的中间，大家同心协力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咱常常吟咱伫这20年内底，常常恁伫拜三暗内底，咱的敬拜赞美，也是讲拜三暗的祈祷会所咧吟的诗歌。赞美之泉写一条诗歌，就是用今仔日摩西的诗歌启示录15章第3节第4节，伊写一条诗歌讲：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来尊重你。这条诗歌实在是真水的诗歌。咱的上帝，咱的王，伊永远掌权。摩西的诗歌是记载伫圣经中间一个真要紧的一首诗。这个诗最主要的内容，就是咧讲起我的上帝到代代永远掌权。我的上帝就是一个拯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就是伫我患难中间的上帝，我的上帝就是当我拄着法老王埃及的苦楚的时，我的上帝带伊的囝儿百姓以色列人脱离迄个受捆绑奴隶的所在。摩西的诗歌有2条记载伫旧约的圣经中间，其中一条到伫启示录，犹阁受到后代的基督徒惊所有的上帝的百姓伫遐咧学落伊的诗歌。启示录约翰得到圣神的启示甲感动，伊讲伫天顶的天使，这个天使佮带所有得胜的遐圣徒，伫上帝诗文做成唱摩西的诗甲羊羔的诗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摩西的诗是咧讲起拯救的诗歌。耶稣羊羔的诗嘛是拯救的诗歌。伫古早摩西的时代，伫耶稣还未出世之前，大概1400年左右，这个国家伫迄个所在拄着的患难，因唱的诗歌就是耶和华是阮苦难中间真侪阮的拯救。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伊最重要的十字架，嘛是咧讲起上帝拯救世间人。所以爱弟姊妹，愿咱学习大笔，学习摩西，伫咱的生命中间常常吟迄个拯救的诗歌。伫恁有困难，伫咱有困难的时阵，伫咱的目屎干，伫咱的目睭中，甚至无得看到头前的暗茫的光，咱犹原勇敢，坚持用诗歌做咱的祈祷，好唔好？原来伫咱的教会中间，咱常常讲，上帝赏赐阮太济诗歌，天父恩典真正大，你吟袂出来时，你嘛甲吟。伫咱困境的中间，嘛来吟，用迄个诗歌来安慰咱的内心，用迄个诗歌来叫做咱的宣告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当咱那吟诗歌的时，咱的态度、咱的生命、咱的信仰，免哪改变。愿天父上帝赐阮祝福。伫今仔日，牧师要甲咱做3个祈祷。第一，就是用学老的诗歌来宣告咱的上帝要做拯救，就用诗歌来学老，来宣告咱的上帝是咱的帮助。像是今仔日咱所吟的3条的圣诗，第一条是为着咱的家庭来祈祷，第二条就是圣殿内底的祈祷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用上帝唱咱内心的心声。减少有时咱伫郁卒的中间会唱口调啊，不要紧。当咱吟第1节有目屎，当咱吟第2节有惊吓，当咱吟第3节，咱开始慢慢感受主听咱祈祷，咱甲主讨平安。第4节，咱就宣告讲：上帝啊，人甲我关门，你要甲我开门。愿天父上帝赏赐咱有这种的积极乐观，因为伫上帝的面前就是安尼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圣神帮助咱伫礼拜中间，咱各自不但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要成做吟诗的教会，我的家庭嘛要成做吟诗的家庭。主帮助咱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一个真福气的教会，有圣诗通唱。今仔日有真侪教会无圣诗，你讲牧师较有影，人伊嘛有敬拜赞美，是有敬拜赞美的诗歌。但是恁敢知恁手中摕这本圣诗？有的诗歌400年、500年，有的诗歌的调是超过1000年。这诗歌就是历代的圣徒，伊伫圣神的感动的中间，因对上帝所写的祈祷书，因伫逆境的中间，伫顺境的中间，
伊按上帝所唱出的迄个旋律甲诗歌。愿天父上帝互咱的家族，咱常常吟诗学乐意。主帮助咱，互咱的人生常常充满好听的诗歌、响亮的诗歌。主帮助咱，今仔这个圣经甲咱讲什么？今仔日圣经甲咱讲起有一个人，伊叫做大卫，伊写150首诗，后来放伫圣经的中间叫做诗篇。这个大卫是一个真敖祈祷、真敖学乐，伊真敖向上帝表明伊的心声，一个上帝所重用的伊的路榜。咱伫今仔这个圣经的中间，咱看到大卫的学乐的诗歌。伊讲：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要来学乐你，我要尊重你，我要永永远远学乐你的性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诗篇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有恩惠，有怜悯，无快快受气。这是今仔日的诗篇145篇的第8节。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若会当，你今仔日倒去，好唔好？你将整个诗篇145篇拢重新读过，毋是读一摆。读2摆，读3摆，读4摆，直到你对这首的诗篇，你了解伊，亲像了解诗篇23篇同款。诗篇145篇是一个真完整、真水的诗歌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当常常读好的祈祷，常常读好的诗歌，常常读好的灵修，伊对上帝所讲的属灵的话。伫咱无法度真老练祈祷的时，咱也读好的祈祷文，咱就慢慢会当成做一个会晓祈祷的人。咱照别人的祈祷，就亲像咱照别人的肩胛头，搭伫咱的属灵的长辈的肩胛头，咱就会当有更较悬的高度，咱会当看到上帝伫咱人生中间甲咱陪伴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即句话才对咱教会共同的诗歌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要来学乐尊重你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对这代到迄代，学乐你的作为，保养你的大观念，甲你身边的孙仔，甲你身边的囡仔，小强这真爱伊的孙仔，无论是大查某囝的，第二查某囝的，小强这常常甲我讲起，伊怎样咧为伊的孙仔祈祷。兄弟姊妹，我相信毋是干那小强这尔，我相信咱在座每一个爸爸妈妈，咱拢安尼。提起伫即礼拜，伊讲牧师，阮伫中秋节，阮嘛想要倒来教会做礼拜，因为今仔日就对台南来，伊佫甲我讲，牧师，阮柔柔吼，今仔日已经开始去上幼儿园啦，伊有一种物质，因为伊好亲像都爱去互爸爸妈妈送去一个所在，是一个青分青素的所在。牧师，你敢会当甲阮柔柔祈祷？所以兄弟姊妹，我知影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恁何定听恁的家己，会记恁。耶稣讲，恁做父母的，就要将上好互恁的家己。恁会记迄个耶稣迄句话吗？恁做父母的，敢有人会将迄个鸡仔糖，就是血吼，鸡仔糖，互你的家己做礼物呢？伊讲，恁做父母的人，恁就用安尼，要上好互你的家己。你的天父上帝减无，咱的天父，咱的耶稣亲自甲咱讲：恁做父母的人，恁会祝福恁的囡仔；恁天顶的天父上帝减无比恁，将更较好的来赏赐互恁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听到规本的圣经，其实对头到尾摇来摇去，拢咧讲起耶和华为着伊所听的人所有庇的。会记嘛？咱纯粹双手甲主祷讲，主啊，中秋节礼物，主啊，中秋节礼物，主你赏赐我，互阮会当伫你的圣殿中间，兄弟姊妹同心。阮不但要唱摩西的诗歌，有一日，阮要唱阮家族的诗歌，好不好？愿天父上帝大大施恩赐福，互恁的后代的囝儿孙，常常会当抬头挺胸骄傲。伊讲，阮的几代祖。阮的阿公、阮的阿祖，什么人？伊真正是成做阮的家族的祝福。阿门嘛！愿天父上帝赏赐咱，毋是干那唱大卫的诗歌，咱毋是干那唱摩西的诗歌。拄则牧师甲恁解说，
摩西诗歌最重要就是拯救的诗歌，所以约翰伊得到感动启示，伊讲唱摩西的诗，佮唱羊歌的诗。摩西伫旧约犹太人，伊受看真侪民族影响，是对埃及拯救这奴隶的行字。若无摩西，就无以色列人后代自由的建国以色列国。但是后来耶稣基督，伊搁一摆，所以有人形容讲，耶稣就亲像摩西第二个摩西，但是比摩西搁较伟大。因为摩西是上帝所敬的奴仆，但是耶稣是上帝家己本身。所以耶稣讲：“你天父上帝减无上搁较好的。”耶稣伫一句话背后讲：“恁的天父上帝减无将圣神赏赐予你。上好的礼物就是圣神，圣神其实就是讲上帝本身。上帝减无将伊家己本身赏赐予恁嘛？教会的囡仔会记得，要永远跟对圣神，因为圣神常常就是恁内底直觉。圣神常常就是咱内底良心，圣神就是上帝的声音，伊伫咱的情绪，伫咱的心思意念的顶端，常常咧对咱讲话。愿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常常唱出咱的诗歌。这是摩西的2条诗歌，记载伫旧约的中间。牧师今仔只有甲恁读一段，出来记25章第1节到18节，出来记第15章第1节到第8节。出来记第15章第1节讲：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是我的拯救，伊是我的上帝。我要学了伊，我要尊重伊，有清楚嘛？耶和华是我的冠带，耶和华是我的石盘，耶和华是我的保护者。圣经有真侪形容咱的上帝是牧者，各样的大牧者，伊用推用拐来保守安慰咱。咱虽然行过死命的山谷。圣经有真侪的描写，上帝伫人的困境逆境的中间，伸出伊的手。摩西伫这个所在讲：“我的上帝是我的力量。”也即甲一句话记起来。当你拄着你无法度处理的代志，你就举出这个手。圣经讲，摩西离开西奈山，伊的手举上帝的拐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耶和华是我的诗歌。耶和华是我的拯救，我要尊重学了伊的性命。伊要结束的时，伫第18节，伊讲：耶和华做王，耶和华掌权，耶和华做我的上帝，直到万世代。阿免嘛。愿这个诗歌交出恁的家族的诗歌，永远坚持。无论我的家族好也善，无论咱个家族是顺境逆境，耶和华是阮的家族的上帝。直到永永远远，论到我的家，我要永远服侍耶和华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启示录，是圣神感动使徒约翰，伊伫迄个中间看见天顶的礼拜，天顶的礼拜有7个天使徛伫上帝荣耀的施恩宝座前，伫迄个宝座前有真侪得胜的基督徒。因当在你的所在而乐敬拜，这种圣经堂讲是天上的敬拜赞美，天上的礼拜。伫个中间第3节、第4节，第3节讲因唱摩西的诗歌，第4节讲主啊，什么人敢无敬拜你？介绍，这个世间有真侪人暂时无上帝。约翰讲，地上你所创造的百姓。有什么人敢无将你的阳光归伫你的性命？因为天地中间独独，你是圣洁的上帝，你是阳光的上帝，万民拢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你。兄弟姊妹，原来的教会，无论是伫网络中，无论是伫实地礼拜的中间，咱的教会是一间会晓享受礼拜的教会。咱的教会是一间想要享受基督的教会。咱的教会是一间真正会当查经、会当谈着圣经画面滋味的教会。这是咱的教会3个真要紧的属灵的事工中间的祈祷。
互阮享受礼拜，互阮享受祈祷，互阮享受同在伫你的面前跪落来。迄个祈祷会，伫迄个中间，阮无发出言语的时，我的心就互圣神来充满。主祝福咱兄弟姊妹，互天地中间天使甲世间人同齐敬拜阿乐。咱毋是干那唱一个敬拜赞美诗歌，讲天地稳定真正大安尼尔，是唱咱的心。伫咱的心内中间，虽然咱的五音可能不全亲像牧师，有一摆有外人来做礼拜，礼拜了甲讲牧师，哦，足感动，今日你带敬拜赞美，嘿，然后伊阁补一句，伊讲，但是牧师你拍无准，我笑笑，我甲讲，你无专心，伊甲我检讨，我嘛甲检讨啊，有影，牧师的拍吼无啥准，因为我足随性的。我毋是音乐，毋是受音乐训练的人，但是咱咧唱摇摆的歌，敢毋是就是遮尔真实的情吗？我甲伊讲，你若专心的时，你较会去算一拍、两拍、三拍，对无？你若真正伫迄个敬拜中间，根本你已经互迄个诗歌、互迄个圣神充满伫你的内底，你已经无用即个世间的方法、世间的习惯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牧师毋是自圆其说啦，但是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无论咱外面含慢，咱拢会当学了，对不对？无论咱外面含慢，咱的天父上帝拢爱听咱的塞奶，听咱的学了，听咱的礼拜。所以第二项，我要甲兄弟姊妹咱做伙学习的一个功课，就是每日三思。大卫伫伊的诗篇第一篇就讲。这个人若每日三思摇摆的话，伊就要得到祝福。伊要亲像树种伫溪水边，照时结果子。圣经中间咧讲起大卫常常默想、思想，这是大卫的一个真特别的，咱咧讲伊的生命的特质。有真侪人做基督徒一世人，真少安静来思想。上帝，你听我到怎样？所以兄弟姊妹，这种每日三思、常常默想、常常深入认真的思考，是一个生命成长一个真要紧的操练。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若无常常默想上帝的好，咱嘛无常常伫这个逆境的中间来思想讲，主啊，我着怎样？所以，今仔第二个祈祷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就常常算小上帝的恩，就常常伫主的面前，无论是困境逆境，常常用摇花唱迄个诗歌。大卫伫伊的诗歌内底有讲到一个故事，迄个诗足水，就是诗篇137篇第1节。牧师，我连这边的相片就是后来有艺术家将。这个诗篇，甲伊画做一张图。伊讲一定互巴比伦的国王掠去巴比伦做奴才、做奴隶的犹太人。因掠到外邦，住伫外国。因伫外邦的河边，伫遐流目屎，目屎亲像溪水。犹太人有一种乐器，就是那些有，我袂晓讲伊啥物名，有弦琴还是啥物几条弦啊？伊会当弹出，原来吟诗，原来祈祷，因着唱。犹太人这个民族有一个真特别的本质，搞跳舞、搞吟诗，但是因的诗歌一定都是俄罗的诗歌。所有犹太人基本上因的诗歌都是按上帝所唱的诗歌。所以诗篇137篇第1节，伊讲：阮坐伫巴比伦的河边，阮若受着阮的故乡锡安，阮就流目屎。这就是口调啊，口调。阮就流目屎，阮就挡袂牢，阮就将这个乐器给吊伫柳树，阮无爱搁再弹。但是上可恶就是阮的这个巴比伦的军兵国王，搁勉强阮。因为听讲你犹太人真够吟诗，来唱一条来听看卖。甲因讲。恁来唱一条恁的故乡的诗歌，伊应该唱会出来。伊讲：“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
阮唱袂出来，因为迄个诗歌充满俄勒荣耀，何山呐，何山呐！你荣耀上帝的名的诗歌，阮伫这个逆境，阮该唱会出来。有啥物牧师伫今仔日要甲恁讲这个故事，甲这条诗篇，我要邀请遐弟姊妹，我甲恁同款，伫困境的中间，无容易用俄勒做我的祈祷。但是我发现，咱应该爱教咱的囡仔伫困境逆境的中间，拿大声宣告，伫人袂话，伫上帝凡事拢会。我无法度伫巴比伦唱耶和华的诗歌，这条诗歌到第4节安怎写？阮怎样会当伫外邦来唱耶和华的诗歌？英语讲 ，How can I sing a song in the strange land？ 就是讲伫一个莫名其妙。但是后来翻做迄个 strange 奇怪。伫外邦的地，这个字会当翻做一个伫困境中间、逆境的中间，我较有法度唱耶和华的歌。咱的教会最近真爱念一条诗歌，叫做 Kyrie Song。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，求你怜悯我。这是1000几年来伫修道院，咱的信仰的前辈。因伫困境逆境的中间，无法度唱的诗歌，因就纯粹双手讲：主耶稣啊，求你怜悯我；主耶稣啊，求你怜悯我。伊的念经文叫做 Kyrie Song，Kyrie 就是 Christ 基督 ，Kyrie Song 就是求你怜悯我。所以啊，弟姊妹，咱毋是列丁语人，咱毋是罗马人，咱毋是以色列人，但是。伫普天的上帝赏赐所有的人，进来敬拜伊，咱拢有这种的权利。主耶稣讲：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所以的姊妹，愿咱亲像大卫讲：我进入上帝的礼拜堂，我进入圣殿，我最主要就是要看透人的一生要怎样。大卫这个祈祷嘛，影响伊后生所罗门。所以所罗门伫伊的传道书内底嘛讲，我静静的默想，天下世人当行何事为美？我静静的想讲，人伫这个世间要怎样生活，伊才会当幸福。但是咱捌想过这个问题嘛？捌啦。咱常常伫礼拜中间，咱就讲到这古早的祈祷、古早的诗歌，代表了所罗门。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。每一摆踏入礼拜堂的时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赏赐一句，加添我开力的圣经，赏赐一句，上帝你改变我的态度的经文，主啊，帮助我伫今仔日礼拜中间，虽然我的智慧无够，无法度参透、领悟、了解，但是你的圣心啊，讲互我听，你的圣心啊，讲互我听，我就了解。邱雄老师的妈妈，伫伊年老的时阵，甲邱雄做伙来教会，做伙做礼拜。伊是一个到年老才来到教会，一生中间毋捌读过圣经的人，但是真奇妙，逐摆做礼拜伊拢听有。你若问伊讲你听有无？有啊有啊。咱听无的是上帝，若讲互咱听，咱就听有。主帮助咱。互咱每一个人大大细细，咱伫今仔日的圣经，咱甲上帝讲，我要静静徛伫你的面前，默念就是伫心内静静思考。祈祷毋是嗷嗷念尔，祈祷毋是干那甲上帝交代讲，上帝我明仔载有一个玩具，上帝我明仔载有一套文具，上帝我明仔载有一个啥物物件，一个咱的心内采购清单。祈祷真要紧，就是甲上帝面对面，咱就感觉讲，这个上帝永远无离开我。愿伫要上帝帮助咱，求圣神帮助咱。这礼拜牧师写互咱大家分享的，咱的祈祷文内底就是安尼祈祷。当我青迷，当我无法度了解时，上帝你的圣神将摩西的诗歌唱互我听。忽然我就知影，我的目睭就得到拍开，我才发现，当我看无上帝的时阵，原来我的上帝伫我的脚趾边后边呢。
伊轻轻搭伫我的肩胛头。这个上帝就是伫我困境的中间，一生保守我的上帝。阿门。这是今仔日教会甲咱做伙约束，咱做伙来领受一个保守咱的上帝，直到万世代。第三个祈祷，牧师要邀请恁来想，过去咱作息，咱常常咧读的哥林多前书12章，保罗讲耶和华为着伊所避听伊的人所避办的，恁会记这经文吗？耶和华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避办的，是目睭袂捌看，耳孔袂捌听，连想都想无的。但迄个经文中间足水，到底耶和华为着咱所避办的？天父恩典真正大，天父恩典真正好。那安尼，天父上帝伫我一生中间，也这你摕到啊嘛？你有感受到你的一生已经有教育，你的上帝已经将伊的恩典实实在在放伫你的手中啊！拄则我有共读耶稣甲伊的门徒甲初代教会的人讲。恁做父母的人，减无将上好互你的囝子。耶稣讲，恁的天父减袂将上好的赏赐互恁。耶稣伫迄个所在就讲，上好的礼物，上帝最美妙的有备，就是伊家己圣性。所以经说你约翰讲，神爱世人，安那？神爱世人，安那？甚至这两字，恁注意个想，无保留。上帝听咱到完全无保留的程度，将伊家己，将主耶稣基督，将相信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每一摆做礼拜，你的生命拢要亲像充电加油，伫上帝的手中重新活起来，主帮助咱。会记你即代的圣经，爱会记你。即在的圣经背后，耶稣所讲的英文的话讲：你的天父上帝减无甚至减无将圣神赏赐恁，减无赏赐耶稣基督，互人得到永远活嘛。主帮助咱就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，愿你伸出祈祷的手，主啊，每一日拢领受。伫清早伫暗暝，我拢要徛伫你的面前来唱俄罗的诗歌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会记得耶稣所讲的话。恁的天父减无嘛赐补，减无将圣神赏赐互愿意祈祷的人。会记得，咱的天父上帝从来不吝啬于将伊的恩典赏赐互咱。你相信吗？愿咱伫主的面前。一摆搁一摆，代表讲我手握上帝的杯，我手捧上帝的杯来试看伊恩典的滋味。信仰最重要就是试看上帝恩典的滋味。我就知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愿恁有恁的诗歌，就亲像大笔有大笔的诗歌；愿咱有咱的诗歌，亲像摩西有伊。拯救的诗歌来按上帝所讲。今仔日的结论，上好的礼物就是上帝家己，上好的礼物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上好的礼物就是上帝的神踮伫咱的内底。亲爱的姊妹，咱的上帝就是一个恩典的赏赐者，咱的上帝就是一个活命的赏赐者，伊就亲像老母用伊的灵。来养起伊的婴，所以的姊妹，咱的上帝就是一个生命的供应者。你相信，你军队，你敬拜，咱就要领受伊所赏赐。圣经讲，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备办的，就是踮伫伊内面的圣神。这个圣神啊，踮伫伊内面，伊就明白人的事、世间的事。这个圣神那踮伫人的内底，人就明白上帝的事。天顶的事，所以爱的姊妹，这个圣神，圣经讲会有但摩尼亚，会有就是好，但摩尼亚就是灵。踮伫咱的内底有一个优质的灵，伊叫做圣神。
踮伫基督徒的抹油的记号、十字架记号的内面，就是领受圣神同在。伫咱的内底血气就要淡化掉，咱的血气粗俗的本性、世俗的本性，因为上帝圣神要带咱过圣洁的生活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圣神进入你的人生，愿上帝圣神进入你的家庭，愿上帝圣神大大充满咱每一位。因为上帝圣神充满，人就成做上帝所欢喜的人。圣经讲，伊就是但以理，因为上帝伊的内面有上帝的神甲伊同在。咱做伙来祈祷。耶和华阮的上帝，你至大。你应该受恶乐，你的伟大无法度测度。就是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阮感谢恶乐你，你对阮讲话，你用代笔的诗来对阮讲话，你用摩西的诗来对阮讲话，你嘛用天顶的礼拜，天使甲众圣徒得胜的圣徒，因所吟的羊羔的诗歌来对阮讲话。做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阮大家兄弟姊妹欢喜作为组织，这是阮生命的家庭。阮伫这个所在来调见阮的天顶的阿爸天父，主愿你施恩赐福，互阮的家庭代代无尽，阮的大大小小拢敬畏上帝。主啊，阮了解，阮无了解，主你的手拢永远无放松，对阮的引带甲保守。阮伫你的面前，愿你拍开阮的心门。愿主你施恩赐福，到永永远远。安尼恳求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